韓國人氣偶像張根碩呢日到台灣為小巨蛋個唱作準備，着住紫色西裝外套嘅張根碩一落機即刻被大批傳媒同粉絲包圍，期間更有 fans 跌倒，場面一度混亂。不過張根碩嘅心情並冇受到影響，心情大靚嘅佢仲對住鏡頭開玩笑添。我很帥嘛，我知道。你好台灣，好久不見，我很想你們了。張根碩一路不停向鏡頭揮手打招呼，更突然向傳媒撒嬌，話佢好肚餓啊！肚子餓，我肚子餓，肚子餓，要不要吃牛肉麵？小籠包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而當張根碩步出閘口嗰陣，在場守候多時嘅粉絲即刻大聲尖叫，見到粉絲咁熱情，張根碩都非常開心，大派飛吻不特止，更行埋去粉絲度同佢哋近距離接觸，非常親民啊！今次係張根碩首度喺台北小巨蛋開 show， 所以佢都專登帶埋爸爸媽媽一齊嚟，仲希望有機會可以同父母同遊台灣添啊！